This is 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 World，Hello Kitty New Year。係冇諗到一開頭 Hello Kitty 同人祝你新年快樂。所以我哋今日嘅目標就係要寫滿佢嘛。冇錯啦，我哋寫10張揮春，每人5張。新年年年快樂，快樂快樂。上年就諗住做呢件事嘅，但已經錯過咗啦。今年又可追，嚟啦！馬尼葵利密斯，大家2026年生存身體咧，其實健康係唔足夠嘅，身體要好係咪？所以咧，身體 E。你做啲咩太不道嘅事啊？佢就算寫人都係冇可能嘅。都話勤勉咯。可以轉咗字，我點寫？寫埋落去，只要你唔講就冇人知你轉錯㗎啦。會變咗做世界 page place 喎。生存。馬利葵利密斯，身體 E， 世界 place please。我點樣教？笑。新年快樂，耶！新年快樂。完。咁樣嘅咩？係，好似完。完。